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仔伫伊个官舍邀请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英特尔、高三星等台湾、美国、韩国7间半导体厂的高层会谈，望讲因会当扩大对日本的投资市场，加强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因为美国的股市大起，嘛带动台积电的股票今仔嘛起哦，盘中上悬是起到536块，台湾股市今仔嘛是起袂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仔日真罕行，选伫个首相的官舍，邀请台湾、美国、甲韩国等等全球半导体大厂进行会谈。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嘛受到邀请。日本呢，在那个化学材料跟晶圆厂的制造设备这一部分，在全世界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他当然是希望能够邀请全球的半导体大厂到日本投资，然后呢，强化日本在国际上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的积极振兴晶片产业，是因为日本的企业伫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市占率已经降到10%左右，凭1980年买期的50%，搁较低。相比起来，台湾、南韩甲中国的市占率拢比日本较悬。日本政府要拼伫2030年进前，提高国内半导体相关收入到台票3.4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敢会趁即摆的机会，宣布要伫日本起第2座7纳米的晶圆厂，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台积电毋但伫全球部署，因为美股爬起来，台积电18号表现真好，开盘533块，中途上悬来到536块，起17块，台股来到16000点，起180点，创下11个月以来新高纪录。这3天快速的大涨，我们重新回到16000之上的时候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贡献都是来自于台积电短线的大涨所带动的一个行情。 分析师认为讲，若准台股会当把握即摆的机会徛好在，未来有缘有机会爬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